埃及和日本的团队合作，安装用3天来修复明卡拉金字塔。不过，所使用大量的花工少咧修补，哦，专家学者批评根本就是咧破坏古迹。佮有人讲，趁规矩打态度就好。大型的机具停伫金字塔头前，下底是大量用来铺设的花岗岩，就是这个画面引起考古学界的批评。埃及政府最近启动世纪型的计划，应该日本团队合作，按算要甲真出名结萨金字塔内底详细的明卡拉金字塔做修复，因为经过1000年吹风曝日，金字塔外口是的花岗岩已经全部一半是好的。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原得按算重建金字塔的外观，想袂到这个影片一个公开尔，都受到真侪批评。I don't think the casing stones should be reseated on the pyramid itself. That would be a destructive process prone to unfixable mistakes. 考古学家批评讲，这种修复的方式实在是含挂挂。嘛有人摕意大利比萨斜塔做比喻，讲前到打无人想讲要甲比萨斜塔复活正。嘛有学者口说讲，规气甲金字塔搭态度好啊。埃及国内生产的木业有10%的来源是旅游业。不过最近开罗历史区受到迫害，引起民间人士的反弹。学界批评讲，任何有关修复的国际原则，拢禁止用这款的方式来修复文物。考古学家应该随动员，主动古迹最高委员会破坏文物。现在埃及政府是暂时无回应。公司新闻，请万玲编译。